呢個故事叫做呢個成語叫做雞犬不寧嚇，嚟自我哋好熟悉嘅唐朝柳宗元《捕蛇者說》。柳宗元係唐宋八大家之一啦嚇。咁佢《捕蛇者說》入邊有一句啊：看你之來吾鄉，叫囂乎東西，揮突乎南北。蛙言而駭者，雖雞狗不得靈焉。咁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啦，同阿韓愈齊名嘅。咁嗰時咧就曾經參加黃叔文嘅政治改革啊。咁改革失敗咗之後咧，就去咗永州，貶謫咗去永州做司馬。咁永州係湖南嘅零陵，當時係一個好窮嘅地方嚟㗎。咁而家都係好窮啊，不過當時更加窮。咁永州咧，距離京城長安啊4000幾里嘅。長安即係而家嘅西安啊。咁係窮鄉僻壤啦。柳宗元咧就被貶啦，就10年就住咗喺度。咁就日日除咗讀書之外咧，就去考察民間，了解當地嘅風俗人情。有一次啊，佢見到一個姓蔣嘅人，咁聽佢講咧，世代以捕蛇為生，就好關心佢啦，同佢傾偈啦。唉，點知個人愁眉苦面，話我阿爺就死於捕蛇，我阿爹又係死於捕蛇，我而家做呢行咧做咗12年，有幾次都爭啲俾蛇咬死。咁呢個姓蔣嘅捕蛇人就繼續講落去啦。永州當地咧有一種特別嘅蛇啊，好毒，個皮係全黑色嘅，有啲白色嘅紋。呢種蛇咧，佢冇話咬人啊，佢就算掂一掂嗰啲草同埋啲樹木，啲草同埋木都會枯死。如果俾佢咬一啖，實死冇生嘅。咁但係呢種蛇雖然毒得咁緊要，但係咧，如果捉咗佢，風乾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做成藥品，治療麻風病啊、半身不遂啊、惡性嗰啲瘡啊、消除肌肉潰爛啊、殺死啲寄生蟲啊，哎呀，可以百病都可以醫到咁樣嘅。因為咁嘅緣故咧，太醫啊，即係皇帝嘅醫生咧，就奉命嚟徵集呢一種毒蛇，1年要收2次。咁如果捉到呢種蛇咧，就可以攞嚟抵充呢一戶嘅應該交嘅租稅同埋租稅錢糧。所以咧，永州啲人咧話唔使交稅喎，就條命都唔要啦，去捉呢啲蛇。咁啊，柳宗元咧就好同情佢啦。佢話：如果你唔中意做呢一行，我同你去同啲官講下，等你換個差事，好唔好啊？咁佢本嚟諗住姓蔣嗰個肯定好開心啦，仲會多謝佢啦。點知佢唔單止唔係咁，仲即刻喊起上嚟喎。佢一路喊一路講：大人你可憐下我啦，俾條路我行下啦。抽抽泣泣咁喺度講：我做呢一行啊，梗係好辛苦啦，而且好不幸啦，成日都可能冇條命。但係唔做仲慘啊！唔做嘅話，我就要恢復納糧㗎啦。柳宗元就唔明佢點解啦。佢話啦：唉，就指一指佢自己好遠嘅住嘅一條村莊。佢話我屋企咧3代都住喺呢度60年啦。而家為咗繳納啲錢糧，大風大雨，有寒有暑，都要喺呢度耕種。到頭嚟，咪又係要窮死。柳宗元一睇，佢指佢地方，真係好破敗嘅村落。當初咧同阿爺做鄰居嘅時候咧，佢阿爺應該係50、60年前啦。佢話過咗50、60年前，而家10戶得返1戶。同我阿爺做過鄰居嘅咧，就10戶得返2、3戶。而家同我做鄰居嘅咧，10戶得返4、5戶。如果唔係死咗，就係流亡去咗其他地方。我自己已經算好好彩㗎啦，只要係餵喺
瓦罐入邊嘅石好地地，可以將佢獻上就冇事啦。咁呢，我一年呢就2次有啲危險去捉蛇，但係比起我啲鄉鄰呢，佢哋日日咁辛苦，其實我已經算好好㗎喇。我仲點敢埋怨啦？聽完長士呢一番話，柳宗元好悲憤。唉，佢覺得真係苛政猛於虎啊！嚴酷嘅政治比食人嘅老虎更加厲害。呢種講法真係太啱啦！官府搜刮糧食，竟然比毒蛇仲更加厲害。咁於是呢，柳宗元用自己親身經歷就寫咗一篇《捕蛇者說》。咁啊，其中呢就用到雞犬不寧呢一個字嚇，寫為騷擾對方嚇。咁呢個就係雞犬不寧嘅成語嘅來源啦。